Hello， 大家好，我係 Eden。好耐冇見大家啦，好似好耐冇喺戲院見大家，亦都好耐冇見呢班咁好嘅演員同埋導演啊，仲有團隊。咁我覺得我相信大家都睇咗好多次呢套電影係啦。咁我覺得當然啦，都係希望可以繼續推俾身邊可能未睇過嘅人睇啦。咁同埋我覺得，如果呢套電影最成功嘅一樣嘢，除咗多人睇之外，就係希望可以大家會拎到啲嘢走，然後喺你餘下嘅人生，你會因為睇咗呢個電影而學到一啲嘢，成為咗你以後嘅一啲養分，或者成為咗一啲新嘅習慣，例如買六合彩，例如即係咁，我覺得令到呢套電影會變得更加有意義咯。即係例如你真係睇完套電影之後，會對你屋企人或者對你屋企嘅老人家會有啲改變嘅話，咁就我相信呢個就超越咗純粹係一個娛樂或者純粹一個支持電影嘅一件事。咁所以我相信呢樣都係導演想做嘅嘢，所以希望大家都會喺呢套咁有咁深感情、咁真誠嘅一套電影入面拎到啲嘢走。多謝大家。帶埋啲養分走啊！呢兩個。